年本宫的孩子没，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。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，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！这凡事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呀！你当时怎么就不劝啊？到什么时候诸葛？娘娘息怒！娘娘，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。华贵妃获悉甄嬛的不幸小产后，内心深感愧疚，明白自己所犯的罪孽深重。在曹贵人的恳切劝说下，她决定放下身段，摘去发簪，以此表示诚意，亲自去向甄嬛请罪。嬛嬛，你醒了。老天保佑，醒了就好。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。甄嬛因长时间跪地导致小产，皇帝和皇后听闻后急忙赶回。失去孩子的甄嬛悲痛欲绝，皇帝对此深感内疚，自责不已。皇后则在旁边假装关心，虚情假意地安慰着甄嬛。娘娘，皇上传您进去呢。婉嫔的孩子保住了。而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，还强行责罚，事后还不知悔改，贱妇！是臣妾无知。朕看你不是无知，倒是十分狠毒。皇上的怒气如烈火焚烧，将华贵妃的尊贵地位一举废除，不仅剥夺了她的封号，更是将她降为普通的妃子。每日正午，她必须跪在翊坤宫门外，用2个时辰的时间去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。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，真是断不能一再容忍。请皇后晓谕六宫，废年时贵妃之位，将为妃位，褫夺封号，去协理六宫之权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尽管甄嬛曾请求皇上对华妃执行更严厉的处罚，然而皇帝为了大局着想，顾及到朝政的稳定和年羹尧的势力未能如愿，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妇一次泄恨？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眼下不能不顾及。可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，朕对不住你。这样的回应让甄嬛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冷意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刻崩塌。当年羹尧得知其妹妹华妃失去皇帝宠爱后，他决定亲自上书皇帝，为妹妹辩护。在奏书中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冷落华妃不仅会使他个人深受伤害，更会让年氏一族感到心寒，从而导致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动摇。皇帝在接到这份奏书后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为了试探年羹尧的真实意图，他召见了果郡王。然而，果郡王却以不在其位、不谋其政为由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，成功地消除了皇帝的疑虑。若换你是朕，你会怎么做？圣人云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臣弟心软，又担不起大事，这美人落泪，便是一个也舍不得。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，那真是一锅浆糊了。甄嬛痛失爱子，悲痛欲绝，仿佛被无尽的悲伤吞噬。槿汐见她如此，心生怜悯，试图用温暖的话语为她带来一丝慰藉。然而，甄嬛对皇帝的怨恨之语，恰巧被前来探视的皇帝听见，他瞬间止步，心中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。皇帝深感自责，他心中的郁结难以消散，于是来到了太后的寝宫。他向太后坦白了当年赐给年妃的欢宜香，竟是导致甄嬛流产的罪魁祸首。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，希望能得到太后的理解和宽慰。太后以慈母的口吻安慰他，劝他放下心中的包袱，面对现实，勇敢地去弥补过去的错误。皇额娘别说了，都是儿子的错。国事为重，皇帝从来没有错。